重大晏晝滿地金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8場300、1000、1650米嘅賽事準備。 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埋邊位置有呢隻北非蝶影啦，中間就滿地金啦，內欄呢仲有呢隻富日咧就騎上去㗎啦。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包裝高士啊，咁啊中間線路明星啊，咁啊夾硬要撐內欄喎，偉達嗰隻咧，咁啊就係呢隻至高星嚟嘅，頂翻啊蔡明少嘅線路明星出去喎，外邊仲有太奇妙㗎。 後邊嘅馬尾5位置啊，淺藍衫藍眼罩就係快人一步嚟㗎。再後邊嘅馬匹啦，尾4漸信良區，尾3天童，尾2咧進攻足球，暫時殿後咧就有呢隻福到多多㗎。好啦，開始跑對面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咧就係呢隻富日㗎。第2位嘅馬有包裝高士啊，再後邊嘅第3內欄位置咧就係北非蝶影啦，中檔嘅第4咧仲係滿地金，再喺外邊啦紅衫帶嘅第5位咧就係太奇妙啦，內欄咧仲見到個馬匹就係至高星，中間 白色衫咧，大約喺呢個第7啦，就係呢隻線路明星啊。尾5嘅位置淺藍衫、藍色眼罩咧，就係呢個快人一步。後邊嗰4隻馬有漸信良區進攻足球，天童響尾2啊，暫時包尾粉紅眼罩就係呢隻福到多多嚟㗎。好啦，過晒600啦，前面帶頭啊嘛，仲係富日㗎，包裝高士第2啊，第3位咧見到72蚊咧，就係呢隻北非蝶影啊，粉紅衫內欄㗎，再跟住佢一齊上，仲有至高星啊，中間位置滿地金啊，出邊太奇妙啊，後啲嘅馬快人一步仲等緊內欄啊，大外檔漸信良區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富日騎咗出嚟走甩咗多少啊？見到外邊嘅馬有滿地金追緊啊，在中檔位置線路明星揾緊位，內欄嗰邊仲有至高星鬥到最後100米，前面透出仲係富日啊，埋邊位置呢隻咧就快人一步，外邊係線路明星接近終點啦，線路明星贏尾場啊，第2名嘅馬咧有快人一步同埋至高星係好接近啊，外邊就係滿地金啊。咁啊結果咧，臨尾呢隻6號馬線路明星嘅獨贏得翻28蚊，又喺呢度贏馬，跑第2名咧快人一步啊，第3滿地金同埋至高星要影相啊2.8倍呢個線路明星1.2倍披啊！哇！呢架真係遊輪啊，唔係船咯。哦，但係第2名嘅8號快人一步啦，第3名咧係咪入邊定開邊啊？哇，好難，好慢，有冇機會好難睇保住啊？好難睇，優仔。係咯。 6打8有19倍 Q 啊！我哋條3重彩嚟㗎，681真係保唔保得住咧？滿地金啊，炒上嚟喎！呢個38倍嘅滿地金，哇！睇張相，爭啲係拆船嚟㗎，真係見到佢閘前有啲急，諗下係咪拆船咧？好彩都啄到。都比我哋預期跑得好喎，呢隻我都算。佢今場係冇咁快斷咯喎，終於已經跑翻自己 pacing 原來仲好。好啦，咁啊起步啦，見到。騎啊咁嘅開面啦，我哋漸信良區啦，但係富日都唔會慢得去邊嘅。喺內欄嘅位置，稍為跟住先嚇，咁開面啲包裝高士，北非蝶影今日首個位就前咗好多啦，嘉情手前咗好似唔係話好好。線路明星咧就轉跑法啦，係啊，咁啊唔知道係師傅嘅策騎指示啊，又話根本呢隻係咁樣走先就好啦。咁啊，至高星內欄呢啲位亦都係冇得頂㗎啦，咁睇下到底個磅位加重咗係點啦？喺佢後面正正就係快人一步，甩咗有4隻，冇隻追得好嘅。係咯，其實漸信良區騎下唔夠快，都索性留咗喺後邊，佢都拗晒頭。唔係啊，因為今年隻馬個 form 你睇到唔係舊年啊嘛，係嘛？舊年佢應該擺咩咧？太奇妙嗰啲位啦已經，七心未話根本啊。太奇妙慘啊！而家放咗就冇㗎啦，喺外碟嗰度幾場場有遮擋嘅，今日就冇啦。嗱，散散地啦，嗰隻太奇妙。雖然話你今日誒叫做走開咗啦，都翻到嚟都幾後啊，嗰個名次。天童又冇得追喎，而家喺尾2嘅位置，衝落唔多，係啦，唔多，似上次咁。嗱，喺入邊一對馬爭位啊，藍色衫，其實至高星呢度條邊一路都養住，快人一步就喺隔離，左片右片咁樣樣，有個窄位嚟嘅呢度，落唔到邊㗎啦，見到快人一步，呢條 Q 都好密，所以頭2段都快嘅，27秒61、23秒33啊，第3段撳翻慢25秒2半啊，每段24秒57，總時間1分40秒76啊，係慢過標準時間2線1。